大家早晨，我係 AK。早晨，雲妮姐姐。早晨 AK。依家嘅飲食習慣，我最近都係調節緊嘅，就係我盡量，除非嗰日真係好夜收工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都唔想太夜食嘢，因為對個胃唔係幾好。我發覺開始盡量就過咗12點1點呢啲夜晚1點時候呢，真係就算好肚餓我都唔好食嘢。其實我最常嘅 keep fit 方法真係跳舞同埋跑步。我通常因為我運動量比較大咧，因為跳舞。但係如果我知道有啲 show 我需要再減多啲嘅時候，好似以前拍成角咁樣呢，我真係會去跑步，着嗰啲風褸呢，着到包到自己實一實焗汗咁樣去跑。我諗2日呢就一定有成效。我其他啲嘅養生方法，我最近學緊做呢個瑜伽。我之前係未試過做呢件事，我覺得有啲，我又未去到抗拒嘅，但係我覺得有啲悶啊。以前會覺得，因為瑜伽同我平時跳舞之前拉筋好似差唔多啫，冇乜分別。但係我上一年有機會跟咗一個老師試過做1-2次瑜伽之後，我就發覺原來佢除咗拉筋之外，原來佢對心靈上都好有幫助。因為你喺做瑜伽嘅時候，你需要同你自己嘅身體去溝通，然後你嘅大腦同你個身體去 connect 嘅時候，你就會自己同自己去傾多咗偈。咁你可以喺嗰個過程嘅當中，你可以諗下一啲自己嘅問題，同埋係可以沉澱一啲自己嘅情緒。咁所以我最近覺得做瑜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養生活動。AK，多謝你嘅分享啊！